这个呢，就是今天电视新闻上报道的那艘游轮，此刻在加勒比海域被劫持了。海盗在 D 舱埋设了定时炸弹，我们的任务呢，就是去剪断电源线、拆弹。歹徒没有了筹码，船上的832个人就会获救。怎么样，接不接？800多个人，这肯定接啊！不接不是归都人。你冷静点儿，这个案子可非同小可。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。委托人还在外面，我先出去了。加油！哎，陆光，你说这次任务是不是电影上演的那种，红线蓝线剪一根啊？应该是，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剪哪根。记住，第一，你只有12个小时时间；第二，必须完全听从我的指挥，不能改变任何大节点；第三，无论过去，不问将来。哎，别说啊，你这白头发看惯了，还真有点酷。